经济部长郭志辉提出电价分级制，经济部嘛表示讲，台电已经在规划把电分做日电、价碳，佮有一般用电哦，会依照排碳量的关价来定价。专案嘛伫最近来甲环境部讨论。这个外界的经济部长郭志辉上任的时阵讲到电力分层的想法，最近有风声讲，经济部指示台电规划电价分级收费的机制。初步的方向分做反映台电趸购或者是绿电开发成本的绿电，规划甲碳费联动的价碳，也有一般电力，而且以排碳量来定无同款的计算。问题出在台湾的电是不够的问题嘛？未来 AI 用电又要用很多，你要达到20%是很困难的。各国已经恢复核能电厂列为绿能用电。经济部长你已经明确表明，法规修改、维修设备完以后，可以再用20年。那为什么政府不去思考这些？工总指出，未来半导体甲 AI 等产业的发展，会需要用更较侪电。以目前能源的配比来看，是真要有较俗的电。建议考虑核电厂延役，再过来发展绿电，强化电网的韧性。官员认为讲，企业无爱用绿电，是因为成本伤悬。政府会当鼓励高科技的产业，嘛投入再生能源的发展。多数的企业不愿意使用绿电的原因之一，在于绿电的成本来说，相较于传统的电力是比较高的。经济部应该要去提出鼓励性的相关办法，让企业能够去再生能源的投资或者是生产，提高企业他们在绿电发展的自主性。有官员向平面媒体讲，目前专案还佫伫初步规划阶段，后续会甲环境部来讨论。但环境部年底碳费决定了后，再佫进一步规划价碳电力组成等的细节，相信明年才会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